好啦，咁多位喺你哋學車嗰陣咧，你咪成日覺得扭軚咧，尤其轉緊嘅時候，無論左轉定係右轉，你哋會發覺咧，我明明記得上次嗰個扭軚位置，同埋記得扭幾多軚可以轉到嗰個彎，但係今次就轉唔到。又或者你哋就好難捉摸到，究竟喺邊個位置開始扭軚，同埋扭幾多軚。我已經有好多段影片係講緊應該要點樣轉彎，但係我冇講過應該要點樣扭軚。因為要點樣扭軚呢？我首先唔講點樣扭軚，我淨係講究竟點解你哋記唔到喺邊個位扭軚，同埋扭幾多軚。其實轉彎嚟講，你哋喺度嘥時間去記住邊個位扭軚，同埋邊個位扭幾多軚，你嘅彎係一定練得唔靚。除非你個彎係飲你住，你中意點轉都得，你可以記到啦。因為點解？就算喺同一個彎，我哋去返同一個位置開始扭軚，同埋我哋亦都記得扭幾多軚，我哋都轉唔到個彎嘅。舉一個例子，我哋去到 A 彎，我好明顯好記得喺嗰個位，我假設嗰個位有支電燈柱先，我好記得係去到電燈柱就向左扭半個圈就可以轉到個彎㗎啦。因為你上次係咁樣轉到，同埋你亦都記得係咁樣轉到。但係點解上次轉到，今次轉唔到？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扭軚嘅速度快咗，或者慢咗，或者急咗。嗱，我呢度唔係講早咗，我係講扭軚速度快咗、慢咗、急咗。你見到快咗、慢咗、急咗，係有少少明顯嘅差別嘅。呢少少明顯嘅差別就會導致你明明記得上次喺邊個位扭軚，同埋記得扭幾多軚可以轉到個彎，但係今次轉唔到。唔信啊？唔緊要，你可以當揾我學一次車，我亦都可以示範俾你睇，喺一個安全嘅地方示範俾你睇，喺同一個位扭同一個軚係轉唔到同一個彎嘅。除咗扭軚速度快、慢、急會有影響之下，就算我哋去到同一個位置，我哋都未必能夠企得返喺上次開始轉彎嗰個位，可能會偏左少少、偏右少少。講左少少、右少少係相差幾多啊？可能只係相差半寸，你個扭軚角度都已經唔同咗㗎啦。另外，亦都有可能你個車速快咗或者慢咗。我以1公里嚟到作一個解釋。假設我上個彎係1公里，去到嗰個位置，同一個彎，同一個位置，我扭咗半個圈軚，我會轉得到過去。但係今次我嚟到同一個彎，同一個位置，假設佢冇偏差，係完全冇偏差，我嘅車速達到1.1公里，我再扭同一個軚，即係半個圈啦，佢嘅轉彎角度都已經唔同咗㗎啦。又或者我去到同一個彎，同一個位置扭，都係以半個圈作一個例子，
但係今次我係0.9公里，咁變咗個彎嗰個轉彎角度都係唔同咗嘅。轉彎可能喺呢度解釋唔清楚俾你哋知道，因為始終要實際練習嘅。如果跟過我學車嘅人就會知道，我會將轉彎用4個點去解釋。當你完全了解到呢個4個點嘅話，經過練習，你每個彎一定會轉得符合考試嘅要求。但係當然啦，要練習啦。好啦，呢段影片希望你哋能夠了解到轉彎唔係靠背住喺邊個位置扭軚同埋扭幾多軚，而係一定要認真地跟你哋自己師傅，唔明就去問，問到明為止。我相信所有香港合法嘅教車師傅，合法嘅教車師傅咧，喺車頭裏邊咧一定有個師傅證喺度嘅。合法嘅教車師傅係有足夠能力向你解釋點樣轉個彎為之符合考試合格要求。再唔清楚嘅，睇返《道路使用者守則》第5章，入邊有講過轉彎。好啦，祝你哋考試合格。我係邊個？咁樣衰，梗係最衰教車師傅啦！祝各位考試合格。